在下宁毅，宁立恒，江湖人送匪号血手人屠。入赘，嘿，真是可惜了哈。哎，入赘也没什么不好。你看我每天出来喝喝茶、下下棋，小婵负责买单，吃住待遇都还不错。秦公，姑爷嫁到苏家之后，小姐可没亏待过姑爷呢。小姐是很好的人，以后也不会亏待姑爷的。哎，秦老，你这话要是在苏家传开，吃亏的可就是我了。老夫看来，宁小友是身在小家亦能有所为，窥天下啊！小婵，听说有不少人想入我苏家当赘婿，传下去。我苏家择婿不看出身，而看品行。哦，实在不行，点个追番也能入选。什么？不想当赘婿？那就一键3连，跟檀儿一起经营苏氏布行吧。有人说我河山铁剑陆红蹄在江湖上很强，哼，这么说吧，敢自称武林高手的，我眼里也就那么几个人吧，其余的都是恶霸流氓，算不上江湖。至于外号嘛，宁毅那小徒弟起的。你们要是舍得投个币，本姑娘就也考虑收你们为徒了。我乌家虽是江陵第一布商，钱财不缺，店铺不少，但当今这世道，最贵重的乃是像你这样的人才。不过直道相思了无益，你若无心，我便休；你若有心，那便追番3连，加入我乌家，我乌某人自然养得起，如何？姑爷说今天小婵也可以上小电视啦，哼，那小婵给各位公子小姐唱首歌吧。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。哎，对了，姑爷交代过，要追番才能听更多哦。3、4、5，哎，不错，今天的富贵蛋全部都售罄了。锦儿，我不求在云记的投入能够全部回收，只求能够一直在云珠姐的身边就好。可是最近云珠姐总是护着那个宁毅，真讨厌。好啦，锦儿，宁公子也教了我们不少经营之道。他告诉我，要记得到底是为什么而做决定。如果钱不多呢，开心便好。你看，现在有你陪着我经营竹记，我就很开心啊。所以从今往后，凡是追番的客官，竹记都送富贵蛋，先到先得，入股不亏哦。官场、金钱、聂云竹，凡是我顾燕真想要，没人能挡得了。哼，一个小小的赘婿，我看各位不妨追个番。看我如何利用宁毅这个草包赘婿，办倒苏家。身为五朝第一赘婿，本驸马可是深谙夫人开心、生活甜蜜的道理。夫人想要买，那我就是活钱袋。赏个赞，追个番，赘婿生活很美满。檀儿从前叫我君玉，现在叫我席长官。来苏家隐忍10几年，赘婿的好竟被那个平平无奇的宁毅抢了去。不过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帮檀儿把生意做好，追个番，助力苏家，扩大店面，足大足强。记得点追番，一键3连哦。